做咩咁煩咁樣嘅？啱啱收到電話，阿仔等咗好耐嗰間國際學校突然有 offer。咁咪好咯，做咩咁愁啊？個問題係好快就要交留位費同第一期學費，加埋成20幾萬㗎。但我筆錢仲鎖咗喺定期嗰度，仲有幾個月先到期。其實儲咗筆錢喺度咧，仲有其他方法可以增值嘅，又唔使鎖定喺度啦，隨時拎得翻出嚟，仲免手續費添。Thank you。快啲過嚟聽下。其實就係貨幣市場基金啦，即係 Money Market Fund。我哋或者簡單啲叫佢做 MMF 啦。MMF 咧其實係一個流動嘅現金管理方案，好似一個套餐咁樣，裏面就主要有短期嘅定期存款啦、政府債券啦，同埋一啲票據，所以風險比較低。咁 MMF 係點賺錢㗎？當你買入嘅時候，個收益就會每日喺個基金價格度累積啦。如果筆錢未用咧，就每日喺度滾存。但係啲錢擺咗落去，拎翻出嚟易唔易㗎？唔使擔心，如果突然之間你要用錢咧，隨時都可以轉翻出嚟，冇鎖定期，仲要免手續費添。其實我打算遲啲送阿仔去留學，同埋每年一家人都會去旅行，所以儲咗啲外幣。不過而家擺喺度未有用，好似有啲嘥。MMF 就一樣幫到手嘅，除咗港紙之外啦，仲有美金啦、英鎊同埋人民幣。所以當你擺啲外幣入去 MMF，到期時啦，即係要供阿仔去讀書啊，或者全家人去旅行，就更加好使啦。等我即刻喺 SC Mobile 睇下先。原來喺渣打買賣有0% 手續費優惠。係啊，而且最低1000蚊咧就可以入場啦。每個月習慣儲起部分收入備用，用呢個方法就可以將每一分每一毫更加靈活咁樣管理啦。立即登入 SC Mobile 嘅基金交易平台，即刻睇下 MMF 嘅最新選擇同回報。